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杭州唔止風景引人入勝，西湖旁仲有間國宴級嘅餐廳——西子湖四季酒店金沙廳。普通人呢，想要預訂呢間金沙廳並唔容易㗎。咁最近呢，就澳門四季酒店將杭州四季金沙廳行政總廚黃勇邀請嚟到澳門，同澳門嘅四季指日兼行政總廚何欽圖聯手呢，就打造四手名廚星級宴啦，等大家喺澳門都能夠品嚐到江浙菜同埋經典粵菜嘅融合，實力與美味同在，好期待啊！偏偏諗都冇諗到會對一隻雞蛋咁念念不忘嘅。香椿蠶豆泥海膽溏心蛋作為金沙廳嘅經典味菜，一個季度呢就銷售超過8000隻。一定要一口一口咁將食材放晒入口裏邊，先至可以感受到咁有層次嘅味道。鮑魚紅燒肉同樣係金沙廳嘅經典菜品。坊間呢道菜呢，據傳係馬雲父親最中意嘅菜品嚟㗎。龍井燉奶採用嘅龍井茶葉係1個星期前新鮮採集嘅，入口就有濃濃嘅茶香味，燉奶順口，值得一試㗎。菜單之中誘人嘅菜式仲有體菜年糕、炒松葉蟹、西班牙紅蝦麻醬、撈冰菜、魚子醬、凍南澳龍蝦、九層塔衝浪、加拿大象拔蚌、雙蓉蒸東星斑球、燕窩南瓜凍。哇！真係頂級江浙菜同埋粵菜嘅完美融合啊！